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讲，咱来研究台湾话有迄个一句词，我知古今啊一句词咧写两字，两字倒摆，摆伫头前，摆伫后壁，解说无共啊。古今啊举一个来听咧，头一句咱来讲，讲希望你甲我过去的恩怨，咱甲真写落江海放水流。希望从今以后用心小听谈。古今啊，听谈，我知这动词，意思讲吼，你用心对待对方，保守对方，咱若会当互相小听谈，人生的路行了未来，就有伴就有久长。谁知影你是双面刀鬼，将我对你好意的心肝赶起袂？吼，世界去甲我恶宣传，当然。我都毋是这款人，结果你伫外口乌白风声，我听到人将这个话搬转来，我心肝就会痛疼呢。哦，国正啊，安尼有影呢。同款一句词，两字写颠倒摆，意思都无共啊呢。心肝痛疼是讲足艰苦，是形容词呢，所以袂使讲心肝疼痛呢，无毋对。疼痛是动词，是疼甲痛过哦。当然，这个痛甲迄个痛是无共啦，但是表示讲安尼足保守的，才讲做疼痛啦。啊，毋过咱若咧形容讲真正心肝足艰苦，咧表示迄种真艰难的处境，咱就会讲痛疼，袂讲疼痛咯。国正啊，有迄个较简单的咧无？有啊，佮讲一个，这条真清楚。有一句词讲做厝遐，我知嘛，迄个起迄个四岁的吼，几落老的大厝啊，顶头拢盖厝遐，盖伫咧遐厝顶头迄地叫做厝遐。哦，国正啊，头拄我已经讲出来啊，啊若顶头有盖遐的厝叫做啥？叫做遐厝。啊，你重点就是尾啊这里啊。国正头拄我咧讲，你若要讲遐，讲盖伫咧人厝顶的，叫做厝遐。啊，若要讲有盖遐迄款的。造作了真水的大间厝，就是讲叫做遐厝嘛。所以重点讲遐摆伫后壁，讲厝摆伫后壁。安尼有影牛呢？台湾人咧做事对立真省呢，真感性，无啥会消磨呢。同款这两字安尼并来并去，应用会无共呢？对唔？啊，应用毋是讲敢若无共牛尔呢？佫有再条讲出来，互你现听，现会分会明。你袂将疼痛的意思滥掺，或对痛疼去。台湾的艺术，就艺术伫遮啦。